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7节到32节，阿摩司书第7章第1到第6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27节到第2章的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奥秘。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了听也听不到，看也看不懂。这些内心被蒙蔽的人们，他们因此就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。通常这样的人看到了先知的预言的表面，他们都看到表面所以就如同很多人都会质疑啦，他们就会说挑战基督的信仰，说还有你们旧约的上帝是残忍的啦。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上帝透过先知们所传达的救恩。在约拿书第3章，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们，他们从那个最大的到最微小的人们，他们其实只有听到约拿这样的预言说，在40日，尼尼微城就要毁灭。就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就决定要穿麻衣，要禁食，要撒灰，痛哭，认真的悔改。因为他们这样说，说不定上帝会回心转意，不再发大怒气来毁灭我们。他们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他们因为单纯的相信，就能够看见上帝救恩的奥秘。虽然他们说不定，可是他们愿意做。也因此他们看到他们单是听到先知约拿的预言，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悔改，并且盼望上帝就因此不会来处罚他们。这符合了约拿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约拿所说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拿对这一件事情真的很不高兴，他非常的生气，就对上主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我还没有离开本国的时候，岂不是有这样说过？我赶紧跑到他施去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你是充满怜悯，不快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也会转意，改变心意，不降灾祸。先知阿摩司就如同其他的先知一样，对于外邦，特别是对于以色列人，有非常强烈的批判。这个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如同尼尼微城的人们一样，让他们能够听得懂上帝的预言提醒，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上帝的救恩，也因此也来禁食、悔改、认罪、回转向上帝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心里刚硬，他们既也看不懂，也听不到。圣经说，至高的上主给我看一个景象，他预备了火，要惩罚他的子民。火把地底下的水源都烧干了，也开始燃烧地面上的一切。
我们看到尼尼微城是从王到最小的都禁食，都悔改、认罪，并且回转到上帝的面前。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却因为犯罪背离上帝，而使得他们的王高兴。这是什么情形呢？其实因为他们的王带头违背了上帝。后来圣经又这样说，至高的上主给我看一个景象，他造了一群蝗虫。那个时候正当王家土地第一期的农作物已经收割了，第二期的幼苗刚开始抽芽，我看见蝗虫飞来，把地上的农作物全部吃光了。可是请我们记得，上帝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心转意，让他们能够领受救恩，得救。圣经又继续说，于是我说，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饶恕你的子民，他们又渺小又脆弱，怎么受得了呢？上主的心软化了，他说，那么你们所看到的事就免了吧。这是第1节到第3节，第5节到第6节。就如同约拿所说的，他说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是充满怜悯，不快快生气，又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不再降灾祸的上帝。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，他的救恩的奥秘就是赦免。预言审判的结局不是毁灭，而是上帝以他的大慈爱来接纳所有愿意悔改的人们。如同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所提到的，上帝的计划是要他的子民知道，这丰盛的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。这奥秘是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，用各样的智慧劝勉他们，教导大家。我也要把每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运用基督赐给我的大能力，不辞劳苦，竭力的工作。基督徒的职责就是要努力去分享上帝的荣耀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蒙恩得救，要把每一个人都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以上帝所赐的各样智慧劝勉大家，使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，毫不惧怕，不惊惶，不畏缩，更不要像约拿一样的拒绝。上帝的奥秘是透过我们接纳他的救恩以及呼召，愿意以爱心来团结，以充足的信心来认识上帝，就能够明白他的奥秘，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。前不久有人留言给牧师说，如果耶稣自己可以证明他自己，我就相信。他们会信吗？其实就像当时候十字架下人们对十字架上的耶稣说，救你自己吧，这些人不会信的。同样的，牧师也知道，如果耶稣显现在提问的那个人身边，他仍然可能像犹大一样不信，但是牧师仍然愿意继续为他祷告，也
盼望他能够有上帝的智慧，有足够的信心，让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。再次的说明，这是上帝的奥秘，不信的人是不能明白的，是看不见的。诗篇119篇17到32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我遵守你的法度，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模式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诫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。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。我持守你的法度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，我就住在你命令的道路上直奔。恳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心，领受你的救恩以及呼召，成为你的仆人，愿意以爱来团结同心，遵行你的诫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